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1947年夏天的一个炎热的傍晚，上海黄金大戏院的门口真是车水马龙，人头攒动，眼看一场好戏就要开锣了，好多路人都感到十分的奇怪。正值火热的夏天，常驻黄金大戏院演出的京剧名家周信芳已经歇下，上海的各大剧院也鲜有演出。今天到底是哪位角儿在这里搭台，能够吸引这么多的观众冒着酷暑前来看戏呢？好奇的人们驻足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原来即将登台的是10位年轻的姑娘，她们是当时上海滩最受欢迎的10位粤剧名伶。这是10位当时最负盛名的粤剧名角：袁雪芬、尹桂芳、小丹桂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竹水昭、张桂凤、徐天红、吴小楼。他们的名字无论是哪一个挂出水牌，都能够引来大批拥趸。上世纪40年代诞生于浙江乡间的粤剧，在进入大上海短短20年的时间里，就成为上海滩上最受瞩目的剧种之一。这10位姑娘正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剧种中几个主要行当的头牌演员。10位粤剧明星在当天一份别开生面的演出说明书中，认真地阐述了联合义演的缘由，是为了使新粤剧变得更完美、更充实。而实现这个美好理想的首要条件，是要有一座理想的剧场和一所训练人才的学校。于是有了这个专门募款的联合义演。在这次义演中，年轻的姑娘们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拍出了一个全新的剧目《山河恋》。这是一部古装戏，故事取材于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，同时结合了东周列国志的部分情节，演绎了一个战国风云下的儿女情事。这正是粤剧最为擅长的路数。新鲜生动的故事，明星荟萃的阵容，《山河恋》的演出一时轰动上海。沪上大小报纸竞相报道10位粤剧名伶的义演盛举。粤剧10姐妹的说法，随着这次义演载入了粤剧史册。粤剧10姐妹在当时虽然个个都已经是享誉盛名了，但其实她们的年纪都不大，被大家称为大姐的尹桂芳也不过28岁。然而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却做出了戏曲界当中前所未有的创举。这样一个纯粹为了创办学校和建造剧场而举行的联合义演，不仅在粤剧圈是破天荒的头一遭，在整个戏曲界也没有先例。在五光十色的上海滩，粤剧的兴盛正如10姐妹的走红一样，有种年少成名的意味。盛名之下，粤剧姐妹们并未自满，她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从单纯的唱戏谋生，转而开始思考自己和同样年轻的剧种的未来。建剧场、办学校，这在当时听起来十分大胆的主意，为的只是能够摆脱旧式戏班剧场的束缚，自己掌握剧种的命运。山河恋义演的浩大声势，让包括田汉在内的许多文化界人士对年轻的粤剧刮目相看，却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。在时局阴晴不定的上海，国民党当局对戏曲界这样从未有过的团结产生了莫名的恐慌。演出到了第10天，姐妹们忽然收到了社会局一纸勒令停演公文。面对官方师出无名的高压，她们拿出了一股初生牛犊的劲儿来抗争。10姐妹中的袁雪芬、尹桂芳、吴小楼挺身而出，与社会局的官员当面对质，据理力辩，终于在演出前2小时取得了重新开幕的权利。然而事情却并未结束，演出虽然照常举行，可当局却强行扣押了所有的票房收入。几经折腾后，姐妹们最后到手的演出进账已经远远无法实现当初的愿望。由于种种干扰，《山河恋》的演出虽然大获成功，但是姐妹们美好的理想却没能够实现。
大家的共同心血，最后只换来一块有名无实的上海越剧实验学校的招牌。然而，更让人料想不到的是，1个月之后，十姐妹当中的一位著名的越剧旦角小丹桂突然撒手人寰，十姐妹的同台演出从此成为绝响。小丹桂是越剧十姐妹中成名最早的一位，这位越剧红伶却一直被戏院老板张春帆占有和掌控，不仅在艺术上无法舒展，人身也受到管制。在《山河恋》一演后不到1个月，由于一场无中生有的绯闻，张春帆对小丹桂百般责难羞辱。生性柔弱的小丹桂万般无奈之下，竟选择自杀，做了最后的抗议。小丹桂的遭遇激起姐妹们的义愤，大家都清楚地记得，1个月前的义演中，小丹桂虽然在张春帆的严格控制中，还是积极地自筹服装参加演出，醉心于自由自在的艺术创作之中。他在剧中扮演的秘姬犹在眼前，斯人却已溘然逝去。在姐妹们的控告下，张春帆以教唆自杀罪被送上了法庭。但令人寒心的是，2个月后他就被无罪释放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这个人才被真正绳之以法。小丹桂的死，让十姐妹同台的《山河恋》永远定格在了这张照片中，也让姐妹们明白，要真正掌握自己和越剧的命运，需要大家更多的努力，更需要时代的更大的变革。越剧十姐妹的时代是越剧走向繁荣的时代，也是年轻的越剧人艺术创作和自我意识都开始全面觉醒的时代。觉醒的背后不仅有欢笑，也有泪水。十姐妹的往事浓缩了一代越剧人的命运，也浓缩了越剧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篇章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